大家好，我是七七先生。今本日我等会转推肩头做瑜伽的运动，请大家准备一种坐得便的凳子，一条较长的棉帕。好，我们坐下来，屁股直接坐下来，双手放到膝盖上方，脚踩稳地板就好。两只手放稳之后，吸一口气，肩膀靠近耳朵，吐气往后夹肩胛骨，胸口往前，肩膀向后。吐气的时候，肩膀向下，让你的肋骨往后收回来，肚子向中间收，背完全打直，眼睛轻轻的闭起来。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吸气的时候，保持头顶向上；吐气的时候，肩膀放轻松。身体的高度不变。下一个吸气，眼睛慢慢打开来。今天来教大家一个瑜伽的呼吸法。它的动作，你可以双手放在这边就好。主要会是吸气，我们要让肚子向外，用鼻子吸气。鼻子吐气的方式，我先示范一次。嘴巴发出啊呜嗡的声音，吐气的时候，肚子会慢慢的往内收。每一次吸气都让肚子向外，吐气肚子向内。双手保持稳定放着，选择可以放在手心朝下，或者手并起来，手心朝上都可以哦。好，选择自己可以保持稳定的坐姿，我们一起练习5个回合。眼睛轻轻闭上，胸口打开来，肩膀放松，身体脊椎打直。正常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吸气预备。最后一次。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下一个吸气，眼睛慢慢打开来。瑜伽的呼吸法，这一个嗡卡呼吸法，在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做，非常适合做10到15分钟。每一天保持做
1个礼拜就会有明显的改善，精神会变得非常好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活动我们的肩膀。首先，2只手食指互扣，扣在一起。吐气的时候，手往前，背往后，好像你的肚子这边抱了一个很大的球。吐气，下巴收，眼睛低头看向地板。背往后推远，手往前拉，背推远，肩膀耸起来，再往后拱。下一个吸气，反掌往上推高，手来到耳朵的2侧。如果抬不起来，在这边也没关系，记得肩胛骨、肩膀向上拎高。还可以的，阿公阿婆，来，手往上带，记得肩膀要靠近耳朵哦。吐气的时候，手转回来，往前丢出去的感觉。这一次，眼睛一样看向地板，肩膀远离耳朵。你的手掌会在肩膀的高度，没有在这里，在上面。一样吐气拱背。再一次吸气，反掌往上推高。先把肩膀提起来之后，吐气，肩膀远离耳朵放下来。手会有一点点弯曲，没关系，可是肩膀要放下来。放下来之后，手肘再推直。记得胸口稍微收回来，不要推太远哦。最后一次吐气，手收回来，往前丢出去。这一次下巴收起来，视线看向你的肚脐，整个人往后躺下来的感觉。手持续向前延伸，肚子抱着一个大大的球。吸气往上推高，肩膀放轻松。还可以的人，手向上抬高，往后拉。3、2，最后一个吐气，手下巴先收回来，手再往2边打开。下一个吸气，我们2只手指头点着，2只手的手指头点着肩膀，我们往前吸气，你的手肘靠近彼此，吸气往上抬高，抬到最远，鼻子、眼睛。然后再分开，手要整个往后转，吐气打开，再一次往前收起来，往上提高，加油，吐气打开，再次点着手肘往上收到最紧，加油，吐气打开，很好。好，我们换边，往后一样伸到最远，手肘夹起来，夹到最远。吐气收回来，整个肩膀都要活动。再一个吸气，挺胸，肩膀夹。吐气往前抛下来，最后一次吸气，胸口挺出去，手肘往后夹，加油。吐气往前丢出来，非常好，抽得轻后，手不用下来。好，右手抓着毛巾，手掌朝向前方，大拇指立起来，手抓稳，手直接往上举高之后，手肘弯曲往下。你的手肘如果在这边的话，把你的手肘带上来一点点。好，大手臂靠着你的后脑勺，左手手掌往下，让大拇指朝向下方，手肘弯曲，抓着后面的毛巾，2手抓着，让下面这只手往下拉，让你的右边的腋下腋窝打开来，沉沉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肚子没有太往前推哦，要稍微收回来一点点。最后一次，沉沉的吐气，下面的手拉大力一点，让你的手肘靠近头顶上方更多。慢慢的吐气。好，下面的手先松开来，往外打开，上面的手直接举手拉出来。
头的轻后，换边，左手拉着握拳，手掌朝向前方，大拇指朝向上方，然后再扣回来，手往上举高，手肘弯曲，所以你的拳心会朝向你的背。左边的手大拇指朝下，手往后收进来，抓着下面的毛巾，手往下拉，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肚脐要去找你的脊椎，所以肚子收回来，下面的手再拉大力一点点，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最后一次，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下面的手先松开，右手先打开来，往旁边伸出来，左手往上举高，毛巾放下来，放在你的2条腿上面，肩膀再次向上向后，然后手指打开来往下方，感觉有人拉着你的手往下，肩膀稍微向后打开来，手掌心往后转，眼睛轻轻的闭上，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眼睛慢慢打开来，双手回到膝盖上方，头在轻后，来休息一下。好嘞，我哋繼續練習，請大家準備一種坐在邊嘅凳呢。好，我們轉面對你的椅子，2隻腳稍微分開，跟瑜伽墊一樣的寬。2隻腳要稍微內八一點點，讓你的腳跟、腳板完全的貼在你的墊子的邊緣。2隻腳都一樣，張開一樣大，腳會有一點內八的感覺，大腿內側要夾緊，2個腳大腳球要踩進來，不能翻掉哦，腳要踩進來才穩才好。好，吸氣，雙手先叉腰，我們吐氣的時候一樣從髋關節的地方對折一半，然後我們把椅子稍微放遠一點點，手扶在上面這個橫把的地方，雙手壓下去，從手掌掌根這個地方壓下去。吐氣的時候，第一次我們讓耳朵來到手臂中間，吸氣把背拉長，吐氣胸口往下，耳朵來到手臂中間。深深的吸氣，吐氣，沉沉的吸氣，慢慢的吐氣。还可以的，阿公阿婆，下一个吸气。让我们的额头好像要去碰到椅子，让耳朵超过你的手。吸气预备，吐气再往下。记得是胸口，不是腰哦，屁股要收回来，胸口向下。背会有一点夹起来的感觉，是正确的。让你的肩膀放轻松，胸口往下，好像额头快要碰到椅子一样，脖子放轻松，没有压力，视线看向正下方就好。最后一次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双手先压在椅子上方，膝盖弯曲，手叉腰，站起来，头在轻后。好，现在我们练习肩膀出力，阔背出力，让我们的胸口可以打得更开。好，2只脚稍微分开一点点，站稳就好。
好，吸气，双手向上。好，举到这边也没有关系，举到耳朵的两侧也很好。好，下一个动作，把你的手往后转，手掌心朝向后方。好，下一个吐气的时候，手慢慢放下来，肩膀要收好哦，大手臂也要出力，把手放到耳朵的高度，慢慢放下来，很好。好，下一个吸气，手指要在耳朵后方，往后有一点夹肩胛骨的感觉，可是不可以耸肩哦，放下来，肩胛骨往下放，手再往后夹紧，加油！肚子收回来，手往上提高，手不要掉下来，手提高，加油，很好，手肘伸直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再一次手再往上提高，再往后夹紧，深深的吸气，肩胛骨放下来，慢慢的吐气，最后一次手再提高，手肘伸直，手再转，最后一个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手不用下来，抽得轻后，抽得轻后。好，上一个动作我们再做一次，来，这一次我们可以往后站远一点点，好，双手叉腰，膝盖稍微弯曲。这一次我们从扶椅子开始，吐气往前弯曲一点点，手先撑好在椅子上之后，膝盖伸直，重心往前推。好，我们的脚在这个地方要稍微往后走一点点。好，手往上爬到横杆的地方。好，记得要稍微卷上来，肚子要稍微收一点点，不可以掉下去。肚子收上来，胸口才会下去。视线看向椅子的地方，吸气，肩膀向下压，肩膀没有耸，往外转向下压。吐气，额头好像要去找椅子，头往下而已哦，头往下。可以的话，胸口再往下，所以你的人会有一点斜斜的，是正常的哟。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吐气的时候，肚脐去找你的脊椎，稍微把屁股再收回来一点点，让腰稍微拱高，胸口再下沉。最后一个吸气，手要推稳，手肘不可以弯曲哦，推直，大手臂出力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双手放回到椅子上方，膝盖弯曲，双手叉腰，吸气站起来。好，我们回到第二个动作，两只脚分开，稍微分开一点点。这一次我们稍微再站开一些些，让我们的腿稍微打开一点，两只脚往内收，让你的脚板外侧是相互平行的，好，会有一点像内八的感觉，是正确的。双手先叉腰，把我们的背拉长，肩胛骨稍微收紧，肚子收回来，稍微夹屁股，把臀部前，把我们的髋前面打开来，脚踩稳进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双手来到肩膀的前方。这一次，我们先把手往外转出来。好，手指尽量转上来哦，手掌是朝向天花板，再转出来更多，让我们的手臂内侧也转出来。好，肩膀向下放，吸气往上提高，手可以向外打开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吐气，让手来到耳朵上方，很好，就是这个酸很酸的地方。好，下一个吸气，我们把肩胛骨夹紧，手往后带一点点。好，记得肚子要收回来哦，非常好。抽得轻哦，沉沉的吸气，
慢慢的吐气，肩膀再往下放，肩胛骨再夹紧。吸气的时候，手掌再提高，手肘伸直。慢慢的吐气，最后一次，沉沉的吸气，手再往上提，手再向后夹，肩胛骨往下放。慢慢的吐气，抽得轻后，手不用下来，膝盖弯曲，我们踩回来。辛苦了，抽得轻后，好，我们坐下来，坐在椅子上。待会我们要做一个往后做后弯的动作，把我们的胸口打开来。第一次，让我们的双手抓在椅子的两侧。好，待会胸口向前推出来，头慢慢的往上看之后，手往下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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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边停留。再一次吸气，吐气。好，下一个吸气，收下巴，我们回来，手撑回来，抽得轻后。下一个，我们要把背靠在后面，往后坐一点点，背往后靠在这个瑜伽，靠在这个横杆上面，往后靠好。会在肩胛骨的这个地方靠在横杆这里，好，往后靠着，吸气，双手向上，吐气，往后躺下来，好像睡觉躺在床上一样。还可以的，阿公阿婆，手起来，来到耳朵旁边，慢慢的、慢慢的往后放下来。视线保持看向上方，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下一个吸气，双手抱在后脑勺，头先带回来，双手撑在椅子的两侧，撑起来，抽得轻后。最后一次，好，稍微往前坐一点点，稍微往前坐。这一次一样，双手扶好，胸口打开来，往后靠，一样，肩胛骨靠在腋下的下面，靠在横杆上方。好，吸气，视线看向上方，双手抬高，手指指向天花板。深深的吸气。吐气，手还可以抬高的阿公阿婆，吸气，手往后带到耳朵两侧，再加上手往内转，肩膀放下来，往后放下来，放轻松，在这个地方稍微停留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慢慢的吐气，两只手放下来，抱在头后方，收下巴。双手撑在椅子上方，撑坐起来。我们站起来，抽得轻后，伸蒙太嘎。